好可爱。我们要开始喽。现在是突击直播，已经开始了。哦，开始了。Hello，现在是突击直播，我们等一下活动就要开始了，想说突击直播是什么？就是让大家可以先看看你们。然后我们等一下，就是等一下8点大家一起跟着看哦。9点的时候，无奈啥？无奈怎么了9点的时候我们会开直播，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一起看呢。在吃什么？在吃水果粉丝送的，粉丝们送的，有这非常个好吃，好吃。默默喜欢胡默默的支持，谢谢粉丝，谢谢粉丝们，谢谢粉丝们。你们抬头看一下这边，1、2，你账号的省券还在吃完。好，你们等下吃完一起看。好，你先跟粉丝聊聊。Hello，绿色情侣装，我们也蛮接近的吧？对，今天他们3个都穿绿色，只有穿蓝色。那吃的什么？怎么那么帅？吃了粉丝的东西。哎，可是真的很好吃，我刚吃完了一个那个面，比我这2天吃的好的。我喜欢上面写的那个默默的喜欢，默默的支持。默默的喜欢，默默的。对他写什么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准备活动开始了，然后待会就是9点的时候会有一个直播，然后大家可以上线来跟我们一起，就是看看他们互动一下。的互动哦。对，所以等一下9点直播，9点见，等等见。准时收看哦。所以8点记得收看。8点应该要先。在8点要先看的。对，8点要先看。最终回。对，对，要先去看完我们的第7、8集，对，然后就会看得懂。也不用看得懂，我在讲什么东西啊？反正就是对，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也会在看，所以可以大家一起看。那我们一起欣赏我们最后2集，看看我们2队到底会走向什么样的结局吧。应该都猜得到。难说啊，难说，不好说。是真的。我们现在在准备啊。记得让小编 keep 这个直播啦。有人要跟你小编说好了。那你怎么说？你要那要先办。大家要不要吃？有人饿了要不要吃？要不要掉了。好吃哦。今天上班水果亭是有偷喝吗？有偷喝什么？酒吗？怎么可能？信客不要太帅。这号可以靠你也不要太可爱了。慢慢靠近。对吧？抱歉，忘记你在旁边啦。他刚吃醋。他们有说等下就最终回之后你们还会不会？有，他刚吃醋。会啊，元宝讲小猫咪吃醋。元宝你们会不会还会私下再约出去？你说之后会啊。他说带我去吃卤肉饭，每次。我还有很多要带你吃。不要吃醋，我带你去吃台中民生米糕，超好吃。比他们卤肉饭好吃。哎，是不是应该互喂一下水果啊？你想吃哪一个？那我要吃火龙果，还是芒果也可以。芒果叫什么？不喂他，护卫水果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看肚子饿了嘛。被骂了。你干嘛？吃醋也太可爱了。小心。那阿健也要回味一个吗？要啊。会他女。Oh my god！后面那2个好甜呐。后面2个现在要自己找饭吃哦。那因为水果很甜，做高一点，他们怎么？问一个，你可不可以好好吃？好饿哦。这是限定内容。好了，我们直播要差不多了。外面都已经坐满。差不多了。所以外面的搞不好也在看呢。Hello，等等见。外面他们在看展，就是照我们的那个今天有很精美。我刚好看到，真的。等等见。你等下也可以去逛一逛，然后我刚已经拍一拍了，哇。我怎样傲娇？好。因为我要喂瑞吃东西，然后你很生气。前面2个可以努力一下吗？努力什么？努力什么？对，好。我还没读完呢，让我读完。我们等下直播开始喽。
差不多跟大家说拜拜，让大家可以截个图好不好？等一下线上见。线上见，等一下哦。那你们让大家进来，让大家截图一下好不好？表白 Andy。来，先冷。好，那你们慢慢吃。你再看一下有没有粉丝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？好突然的直播是吧？等一下突袭直播。等一下8点一起看，9点看直播。好，等一下，哎，怎样？不能说话。可以啊。哦，我要吃饱了。等一下8点一起看，9点看直播。然后一起摆个爱心，或是一起摆个爱心。对，你们两个比小爱心，他们两个比大爱心。你们比大爱心，然后你要先接我的这个啦。对算啊。好，让大家。耶！我过来点，过来点。啊，这什么东西？把它穿过去，水果可以帮我前推很挂的。一箭穿心哦，好有想法哦。对啊，肚子真的有点。好了吗？来啦。好了吗？好，换我这边，换我这边。来，1、2、3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那个沈俊脸出来一点，沈俊。好，1、2、3，沈俊在这里。哦，对不起。来，都看我这里，1、2、3。好。好了，跟大家说拜拜，帮我关掉。拜拜，拜拜。啊，等下记得跟我们一起看哦。哎，要怎么关？怎么？立即